一個19歲嘅女孩子，佢唔單止樣貌甜美，而且仲係一個運動達人。佢除咗因為擅長游泳被稱為女飛魚之外，佢喺跑步方面亦都係一個十分出色嘅好手。不過好可惜，呢一切都喺遇到一個恐怖情人之後全部終止。男朋友連續嘅66刀，每一刀都能夠令佢致命，斬斷咗佢未來美好人生嘅一切可能性。咁樣究竟呢一件案件當年發生咗啲咩事呢？喺以下落嚟嘅時間，我哋就翻去到2008年，去帶大家睇下呢一件恐怖案件裏面嘅細節。大家好，我係頭盔。喺2008年嘅3月7號早上11點15分，香港報案中心接獲咗一個報警電話。喺電話裏面講嘢嘅係一個男人，佢好平靜咁樣向接線生表示話自己殺咗人。而呢一個過於冷靜嘅表達，令到呢一個接線生難以置信，所以隨即再三確認，詢問電話裏面呢一個男人究竟發生咗啲咩事。而對方依然都係好肯定咁樣去回答自己殺咗人。接住落嚟，佢就話咗俾對方聽自己嘅名字同埋具體嘅地址，並且表示話自己會放低武器去配合警方。而對於一個犯咗案之後仲會如此冷靜打電話去自首嘅兇手，對於控制中心嘅警員嚟講，簡直就係聞所未聞。儘管係有一啲不可思議，但係接線員都係立即通知咗警察。隨即警員配備好裝備，手持盾牌，跟住同救護員趕到嚟現場。而就係喺呢一段時間裏面，又有一個報警電話打到嚟。而今次報案嘅係一個名叫做鄭巧如嘅年輕女子，佢表示有一位男性朋友打電話俾佢，向佢表示話自己殺咗人，而地址就係喺新界葵青區石梨村石街樓。當呢名接線生一聽到之後，就發現到呢一個地址同之前嗰一名男子所留低嘅地址係一模一樣，所以心裏面亦都開始好肯定呢一度真係發生咗命案。當警員抵達去到目的地之後，喺大門口睇起上嚟一切並冇任何嘅異樣，亦都冇聽到有任何嘅奇怪聲音。而當警員敲門表明身份之後，一個滿身鮮血嘅男子打開咗大門，佢嘅外表睇起上嚟十分之淡定，而佢喺開咗門之後就好自然咁樣翻到去客廳嘅梳化上面坐低。當警員跟隨住佢嘅目光望過去，令人驚訝嘅一幕就呈現喺眾人嘅眼前，因為喺整個客廳裏面，無論係牆壁、地板定係家具，全部都布滿住血跡。而喺梳化旁邊嘅地板上面就瞓低咗一具上身冚住風衣嘅女子，隱隱約約可以睇到佢穿着住白色嘅恤衫以及深色嘅牛仔褲。而最恐怖嘅係喺佢嘅左手臂同埋臀部之間，竟然係放住一個頭顱。而之後根據法醫嘅檢測，受害人全身有多達66處嘅刀傷，單單喺心臟嘅部位就已經有15處嘅傷口貫穿心肺。由佢嘅傷勢嚟睇，估計佢係站立嘅時候被攻擊，失血倒地之後遭遇到殘暴嘅殺害。遺留喺現場嘅兇器係兩把刀具，一把比較大，而另一把比較細小。兩把刀上面都有受害者嘅血跡，兇手如此冷血嘅行徑，實在係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根據調查之後，受害人名叫做李瑞儀，當時19歲，而兇手就係佢嘅前男友，當時25歲嘅名叫做梁伯明。事件嘅發生不外乎係關於仇恨、金錢或者係感情，而喺呢三種情況裏面，就以感情為名用嚟行兇最令人心寒。如果遇到好嘅情人，兩個人當然係會互相配合，一齊努力咁樣去為大家嘅將來去向前行。但係如果唔係嘅話，輕則會傷心，重則甚至會喪命。而之後我哋就睇下呢一對情侶之間嘅愛恨情仇，最後究竟點解會釀成咗呢一場慘劇。李瑞儀出生於1989年，佢係家中3個女兒裏面最細小嘅一個。喺2000年嘅時候，佢跟隨住家人一齊搬到嚟案發嘅石街樓去居住，而大家姐喺結婚之後就搬走咗，二家姐嘅男朋友就搬咗入嚟一齊住。李瑞儀嘅運動天賦極佳，喺2002年就讀中學2年級嘅時候，佢已經係學校裏面嘅游泳隊選手，之後仲參加咗校際游泳錦標賽得獎，喺第2年就成為咗游泳隊嘅隊長，並且仲攞得到女子50公尺嘅自由泳冠軍，因此佢喺學校裏面被稱為女飛魚。
餘。另外，佢喺越野賽跑上面亦都表現優異，曾經代表學校參加校際越野跑錦標賽，獲得到團體獎項第8名。所以喺老師同埋父母嘅眼中，李瑞儀就係佢哋嘅驕傲。喺中五理科班畢業之後，李瑞儀開始進修會所管理課程。去到2007年3月，佢被學校派到去青衣浩景灣會所實習，而喺裏面亦都兼職做一個游泳教練。而李瑞儀就係喺呢一個地方遇到改變咗佢一生嘅男人梁伯明。梁伯明喺會所裏面任職助理，佢一邊進修一邊打工。當佢見到個性活潑開朗嘅李瑞儀，一下子就完全吸引住佢嘅目光，於是除咗喺工作上面特別對佢指點同埋照顧，喺私底下更加係展開咗瘋狂嘅追求。梁伯明出生於香港，佢比起李瑞儀大7歲，屋企裏面亦都係有3個兄弟姊妹。佢嘅爸爸曾經喺澳門擔任公關嘅工作，後嚟因為犯上搶劫嘅罪行，所以被關喺赤柱監獄去服刑。細個嘅時候，媽媽就帶住梁伯明去探監，而媽媽就欺騙細小嘅梁伯明，向佢表示話佢嘅爸爸係嗰一度嘅工作人員。而喺長大之後，親戚朋友取笑佢係一個監躉仔，佢先至明白自己嘅爸爸並唔係喺嗰一度打工，而係喺度坐監。去到中學嘅時期，佢嘅爸爸出獄去咗內地工作，而梁伯明就同母親、弟弟妹妹留喺香港裏面生活。就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去到2003年，佢嘅媽媽患上抑鬱症。喺中五畢業之後，梁伯明做過倉庫管理員、餐廳服務生、會所助理等等嘅工作。熱愛運動嘅佢喺取得到健身教練嘅資格之後，又完成咗泰拳教練以及運動管理學嘅課程。或者係因為有住共同嘅愛好，李瑞儀亦都對梁伯明產生咗好感。冇幾耐，兩個年輕人就開始熱戀。喺交往咗僅僅1個月之後，李瑞儀就搬到去梁伯明嘅屋企去居住。最初兩個人嘅戀情可以話係如膠似漆。梁伯明對佢女朋友千依百順，將自己所有嘅收入都交俾對方去管理，亦都出錢幫女朋友報讀咗救生員嘅課程。喺屋企裏面，李瑞儀曾經因為撒嬌，梁伯明甚至係當住自己媽媽嘅面前孭住女朋友入去洗手間去沖涼，而李瑞儀亦都係愛意滿滿咁樣為男朋友編織領巾。實際上由中學開始，梁伯明就已經談過戀愛。李瑞儀係佢嘅第4任女朋友，而之前3個都係由梁伯明去提出分手，而喺第3個女朋友更加係因為梁伯明認識咗李瑞儀先至忍痛分手。而根據佢周圍嘅人去表示話，李瑞儀係梁伯明最痴心去對待嘅一個女朋友。然而儘管兩個人興趣相投，但係佢哋嘅性格就南轅北轍。李瑞儀開朗外向，有好多唔同地方認識嘅異性朋友，而梁伯明就係內向沉靜，對住女朋友有住較強嘅控制欲。佢哋兩個同居1個月之後，李瑞儀有一日約咗一位異性朋友外出遊玩，去到晚上嘅時候，索性打電話俾梁伯明，向佢表示話自己今晚會去玩通宵，第2日就會去搭船遊船河，所以今晚就唔會返屋企。梁伯明聽到之後對此極為不滿，極力勸喻女朋友一定要返到嚟，但係被女朋友拒絕之後，梁伯明竟然以自己嘅性命去威脅，就係咁樣嚇到李瑞儀連忙趕到返屋企，並且立即報警將梁伯明送去醫院。喺呢一次事件之後，梁伯明成日都擔心被橫刀奪愛，對於女朋友嘅控制欲望越嚟越強烈。佢唔單止成日都會查看對方嘅手機，當見到有可疑嘅通話以及訊息，都會追問細節。而李瑞儀對於呢一個狀況不勝其煩，有時甚至係故意同其他嘅異性去傳閱一啲曖昧嘅訊息，以此嚟激怒梁伯明。而兩個人亦都因此而常常爆發爭執，關係亦都急轉直下。就係喺咁樣嘅吵吵鬧鬧情況之下，時間又過咗7至8個月，去到2008年2月12號，李瑞儀同女同事鄭巧如相約去唱卡拉 OK。梁伯明知道之後，覺得同女同事去玩亦都冇太過在意。然而鄭巧如又帶嚟咗一啲自己嘅朋友，就係咁樣，李瑞儀認識咗當時25歲嘅廚師阿文。去到第2日，
梁百明就接到鄭巧如打嚟嘅電話，佢表示對於李瑞兒同埋阿文嘅曖昧關係睇唔過眼，於是就提醒梁百明小心女朋友會變心，並且將阿文嘅電話交俾咗梁百明，等佢可以發送信息去警告對方。不過對於呢一件事，阿文從來都冇回覆過，於是梁百明又轉頭去質問自己嘅女朋友李瑞兒，對於咁樣嘅逼問十分之反感，認為對方係干預緊自己嘅自由。因此李瑞兒時常都會刻意咁樣去傳信息俾阿文，以此去激嬲自己嘅男朋友梁百明。喺1個星期之後，患得患失嘅梁百明越發焦慮，佢向李瑞兒主動提出咗分手，而李瑞兒竟然係毫不猶豫咁樣答應咗呢一個要求。然而僅僅只係過咗1日，梁百明就覺得十分之後悔，佢向李瑞兒再三道歉，懇求復合，但係已經下定咗決心嘅李瑞兒並唔打算回頭。去到2008年2月10號，李瑞兒搬返去自己嘅家中去居住。喺恢復單身之後，阿文就開始對佢展開劇烈嘅追求，而兩個人亦都好快成為咗情侶。時間去到2月24號，梁百明又傳信息俾李瑞兒，佢表示話自己睇唔開，唔想再生存落去。而李瑞兒又表示話唔忍心睇住佢沉淪落去，希望佢能夠懸崖勒馬，唔好再做啲無謂嘅糾纏。去到25號嘅凌晨時分，梁百明每隔幾分鐘就向李瑞兒打電話，總共打咗26個，但係幾乎都被轉到去留言信箱。萬念俱灰嘅梁百明喺自己嘅房間裏面瘋狂吞咗100粒藥物之後，用刀割傷咗左手嘅韌帶同埋神經。去到第2日早上6點幾醒過來之後，佢又割傷咗自己左手嘅脈搏。去到中午12點鐘，察覺到有異樣嘅梁百明嘅媽媽，佢用鎖匙打開咗佢上咗鎖嘅房門，見到裏面嘅狀況，隨即報警，將梁百明送去醫院去急救。梁百明喺死亡道路上面轉咗一圈，並冇任何生命嘅危險。喺醫院住咗10日嘅裏面，佢不斷向李瑞兒發送深情嘅訊息，但係對方並冇任何嘅回應。對於梁百明嘅住院更加係不聞不問，因為擔心自己嘅兒子再次自尋短見，梁母將家中所有嘅利器都收藏起嚟。由於梁百明嘅極端行為，出院之後嘅佢亦都失去咗佢嘅工作，但係梁百明根本就唔在乎，佢只係一心想要同李瑞兒去復合。梁百明喺電話裏面表示希望同李瑞兒去見一面，但係就遭到對方嘅拒絕。不過李瑞兒亦都好努力咁樣去開解梁百明，向佢表示話：你唔好再做傻事，你咁樣做我哋冇可能會再喺埋一齊。我寧願你去傷害別人，亦都唔願意睇到你自殘。你傷害別人，就算去坐監，最低限度你嘅媽媽知道自己嘅兒子仍然生存。不過喺李瑞兒嘅一番勸導之下，並冇令到梁百明放下心結，而更加可怕嘅係李瑞兒並冇意識到自己嘅一番勸告已經慢慢將仇恨嘅矛頭指向咗自己。時間去到2008年3月5號，梁百明繼續去中大專業進修學院去上犯罪心理學課程。落堂之後，佢發送咗21封信息俾李瑞兒。喺一開始嘅時候都仲係一啲關心嘅說話，但係當見到對方並冇正面回覆，梁百明開始越嚟越唔耐煩，態度亦都由友善溫情變成咗惡意威脅。喺言語之間，佢開始責怪李瑞兒，怪責佢將自己搞到依家嘅狀況，竟然就咁想以分手了事，並且要求對方歸還喺交往嘅時候為李瑞兒所花費嘅所有金錢。喺當日嘅晚上，梁百明嚟到李瑞兒工作嘅地方等佢收工，隨後兩個人就發生咗爭執。梁百明表示除咗要討回贈送俾李瑞兒嘅手機以及自己屋企嘅鎖匙之外，仲要求對方支付同居嘅時候嘅生活費同埋零用錢，合共12000蚊港幣。李瑞兒將身上面嘅3000蚊港幣全部交俾咗梁百明，並且向佢表示剩低嘅9000蚊就會分期償還。而梁百明聽到之後亦都冇進一步為難佢，因為佢心裏面諗咁樣嘅話就可以見多李瑞兒幾面。李瑞兒返到屋企之後就將事情嘅來龍去脈話咗俾二家姐同埋二家姐嘅男朋友聽。二家姐嘅男朋友隨後打電話俾梁百明，吩咐佢唔好再糾纏住李瑞兒，並且表示話兩個人喺埋一齊並冇需要計較太多，既然你哋兩個已經分咗手，就無謂再黐纏
錢落去啦。但係梁伯明聽到之後並唔賣賬，佢堅持要攞翻自己嘅錢，並且向佢哋威脅表示話：我連自己嘅性命都可以豁出去。而家姐男朋友聽到說話當中有恐嚇嘅成分，擔心梁伯明會做出啲乜嘢過激嘅行為，於是就帶住李若儀去到警局報案。但係警方就認為呢一個係低風險嘅情感糾紛，只係作出文件備案，並冇做出任何實際嘅處理。去到第二日3月6號，梁伯明態度又突然間轉變，佢傳訊息向李若儀道歉，並且表示同對方喺一齊嘅時間係人生裏面最快樂嘅日子。佢自己所做嘅一切行為都係因為唔想失去對方，亦都表示希望李若儀過翻正常嘅生活，同埋大家以後可以做翻一個普通嘅朋友。不過李若儀對於呢一啲訊息依然都係不予理睬。喺3月6號當晚，梁伯明前往去到運動商店購買咗一把求生刀同埋一把短柄尖刀。喺第二日嘅早上，佢就寫咗一封遺書，並且留低咗保險公司嘅聯絡電話，然後就將全副身家8000蚊現金放喺房間留俾自己嘅媽媽，跟住就抱住最後嘅希望發咗一封信息俾李若儀。喺信息裏面表示話：我唔能夠失去你，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樣去對我？但係呢一次最後嘅信息同樣都係冇收到任何嘅回覆。去到早上8點鐘左右，左手因為之前割傷，所以打住石膏嘅梁伯明，右手戴上護腕，將兩把刀藏喺身上面，靜悄悄咁樣出現喺李若儀嘅屋企樓下。喺半個鐘頭之後，李若儀嘅二家姐同埋佢嘅男朋友出門上班嘅時候，剛好見到梁伯明，於是就詢問佢點解會喺呢一度。梁伯明訛稱係要將衣服還翻俾李若儀，而二家姐因為擔心獨自留喺屋企嘅妹妹再次被佢糾纏，所以就向梁伯明表示話對方已經出去上班翻工，自己可以代為接收呢一啲衣服，並且邀請梁伯明一齊搭的士離開。但係就遭到梁伯明嘅拒絕，佢亦都表示自己會即時離開，唔再糾纏。而當梁伯明離遠睇到李若儀嘅二家姐同佢男朋友上咗的士之後，梁伯明再次折返翻去到石階樓，而放心不下嘅二家姐喺的士上面亦都特登打電話提醒妹妹當心安全。梁伯明嚟到李若儀嘅屋企門口，躲藏喺門外面，靜待對方出門上班。時間去到上午嘅10點50分左右，李若儀打開大門，隨即就被守在外面嘅梁伯明推回去單位裏面。入到屋企裏面之後，梁伯明反覆去詢問對方：你係唔係仍然愛我？並再一次要求復合。但係李若儀就斷然拒絕，佢表示冇人會喜歡一個隨便去放棄自己生命嘅人，並且聲稱自己已經有咗新嘅男朋友。梁伯明試圖抱住李若儀，但係遭到對方嘅強烈反抗，並且表示要求佢立即離開，否則就會去報警。梁伯明趁住李若儀轉身唔為意之際，萬念俱灰嘅佢攞出刺刀，朝住李若儀刺咗過去。面對住昔日嘅情人苦苦哀求同埋道歉，梁伯明並冇停到手，佢已經失去咗理性。去到最後，佢仲親吻咗一下已經割咗落嚟放咗喺地下上面嘅李若儀嘅頭顱，以作最後嘅道別。做完呢一切嘅行動之後，梁伯明就將遺書同埋身份證放咗喺李若儀嘅房間，然後就打算由窗口跳出去結束自己嘅生命。但係佢就突然間醒起女朋友曾經勸喻佢嘅一番說話，表示自己就算係坐監，至少令到自己嘅媽媽知道自己仍然係生存。所以梁伯明隨即打消咗輕生嘅念頭。而喺呢一個時候，剛巧李若儀嘅同事梁巧如打嚟電話，於是梁伯明就將整件事情話咗俾佢聽。呢一個時候，鄭巧如聽到仲以為對方喺度開玩笑，但係經過再三確認之後，鄭巧如先至意識到真係發生咗命案。然後梁伯明就要求鄭巧如幫助去報警。梁伯明喺掛斷咗電話之後，自己亦都撥打咗一個報警電話，之後又打咗電話俾自己嘅媽媽，向佢表示話：我做咗一件好錯嘅事，你健康唔好，留喺屋企唔好隨便走，一陣間就會有警察上門嚟揾你去問話。被拘捕之後，梁伯明對於自己嘅罪行直認不諱，佢向警方聲稱戴上護腕係為咗令到落手更加有力，並且坦言喺3月6號嘅時候就已經做好咗行兇嘅計劃。而梁伯明認為李若儀勸喻佢嘅一番說話，出去傷害別人好過自己去輕生，其實係喺度暗示梁伯明去傷害自己。時間去到2009年4月15號，案件喺高等法院開庭審理，梁伯明坐喺審判席裏面
面無表情。喺開審之前，佢透過律師以犯案時候因為精神錯亂為理由去承認誤殺，但係根據住各方嘅證據，控方認為佢只係僅僅患上咗情緒失落適應障礙，並冇因為精神錯亂影響到佢犯案時候嘅判斷。喺審理嘅過程當中，梁百明嘅律師辯稱表示話，喺3月7號案發當日，梁百明去揾李若儀，並唔係想要對方嘅性命，其實只係想對佢恐嚇一下，如果對方唔同意復合，佢就打算了結自己嘅生命。但係喺溝通嘅過程當中，李若儀用言語進行咗侮辱，辱罵佢係一個殘廢嘅人，失去咗工作，根本就唔似一個男人。而喺咁樣受到刺激嘅情況之下，梁百明先至未能夠控制住情緒，痛下殺手。而對於梁百明向警方提供嘅證詞，係因為當時佢萬念俱灰，只係諗住自己一定被控告謀殺，所以先至講大話，表示早有預謀。實際上佢帶住嗰個護腕，係因為嗰個護腕係佢最中意嘅物品，佢只係想帶住佢面對自己最後嘅時刻。當梁百明接受律師盤問嘅時候，梁百明表示佢攞出武器對住李若儀，其實係想了結自己嘅生命，去令到女朋友感覺到驚慌，從而迫使對方同自己去復合。佢亦都承認自己呢一種想法並唔合理，但係當時唔知道自己點解會咁樣去諗。喺整個審理過程當中，梁百明表現得非常之平靜，而當問到去犯案嘅過程嘅時候，佢就表示唔想再回憶當日嘅事情。而當法庭將兩把兇器呈現喺梁百明嘅面前嘅時候，佢就情緒失控，崩潰痛哭。控方認為被告嘅說法係將所有嘅責任都推到去受害者嘅身上，以保護自己。李若儀喺離世之前2個星期，從來都冇發信任何嘅信息去辱罵梁百明，咁樣點有可能突然間喺案發嘅當日，對住攞住2把武器嘅前男朋友去出言挑釁刺激佢呢？而梁百明後續嘅殘忍行為，亦都可以證實到佢並唔係一時失控。當佢喺警局錄口供嘅時候，表現非常之平靜而且清醒，並冇表露出任何恐懼嘅跡象，完全係可以理解到警方提出嘅問題，而並非如佢所言，唔想再記起案發當中嘅所有過程。所以佢當時嘅口供係真實確切。時間去到4月23號，控辯雙方結案陳詞。去到第2日，由5女2男組成嘅7人陪審團喺退庭商議4個小時之後，一致裁定梁百明謀殺罪名成立。法官喺宣判嘅時候，亦都斥責佢冷血行兇，過程令人畏懼，依例判處其終身監禁。而對於呢一面倒嘅裁決，梁百明嘅律師同埋佢嘅媽媽都覺得十分之詫異。50幾歲嘅梁母每一日都會到現場聽審，儘管兒子叮囑佢唔好再嚟旁聽，但係梁母就表示自己想喺精神上面支持自己嘅兒子。呢一場男歡女愛以悲劇結尾。梁母認為自己嘅兒子固然有錯，但係雙方感情嘅事亦都係冇理智可言。而兒子犯錯之後，第一時間就打電話俾自己，向佢表示自己做錯事。梁母認為不管誰對誰錯，悲劇已經形成咗，對於2個家庭嚟講都係極大嘅傷害。自己無論點樣都要去幫兒子上訴到底。而當傳媒問及李若儀嘅遺物仍然喺佢屋企嘅時候，點樣去處理？梁母就表示話唔會將佢丟棄，會睇下對方嘅家人會唔會去攞翻去自己嘅屋企。時間去到2010年嘅4月28號，梁百明嘅上訴被駁回，案件嚟到呢一度真正咁樣告一段落。其實2個人嘅相愛係再正常不過嘅事，但係如果真係遇到恐怖情人，分開嘅時候應該點樣去保護自身嘅安全呢？就好似李若儀咁樣，佢已經盡可能咁樣逃離對方，但係仍然係避無可避，最終釀成慘劇。或者大家能夠先去觀察多一啲，先至再去決定是否去交往，就係最好嘅躲避方法。但係如果真係已經開始而後知後覺，大家想要安全咁樣去分開，或者係要尋求更加多嘅專業人士去根據對方嘅性格特點去尋找最佳嘅解決方法。今日李若儀嘅案件嚟到呢一度結束，大家嘅身邊有冇曾經出現過恐怖情人呢？如果真係遇到嘅話，大家又有冇一啲比較安全嘅分開嘅方法呢？歡迎大家喺下面嘅留言講下你哋嘅意見。如果中意呢一條片嘅話，記得俾個讚好，以及希望大家能夠喺留言下面講一句鼓勵說話，以作支持。我係頭盔，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拜拜。
2000年嘅新加坡國慶日嘅歡樂氣氛掩蓋唔到嗰一瞬間嘅死寂。當一群無憂無慮嘅少年撥開草叢，發現嗰具滿身鮮血嘅遺體時候，整個國家都為之一震。呢場慘劇如同一粒重磅炸彈，喺新加坡嘅每一個角落爆炸，將人民帶嚟巨大嘅震撼以及無盡嘅恐慌。大家好，我係頭盔。今日我哋要探討嘅案件非比尋常，佢被列為2000年新加坡9大最恐怖嘅罪行之一。案發現場除咗一條鎖匙之外，再冇其他線索。呢一單駭人聽聞嘅案子，如疾風暴雨咁橫掃整個新加坡，舉國上下無不為之震驚。咁樣當年究竟發生咗咩事呢？以下落嚟嘅時間，就等我哋翻去到2000年，一同探討呢一單新加坡嘅離奇命案。新加坡雖然發生過多次嘅大型案件，但係事實上呢度係一個非常安全嘅國家，因為根據2024年全球嘅和平指數，新加坡喺全球最和平嘅國家中排名第5，過去曾經多次被評為亞太地區第2和平嘅國家。呢度法律嚴格，處罰亦相當嚴厲。舉個例子嚟講，如果喺新加坡亂抌垃圾，第一次就可能面臨最高2000新加坡幣嘅罰款，再次犯罪者甚至可能被罰款1萬新加坡幣。喺呢種嚴格嘅法律法規之下，新加坡嘅暴力犯罪事件相對比較少。不過，在安全嘅地方，都總會有一啲法外狂徒，就好似我哋今日要講嘅呢一個案件。2000年8月9號，呢一日係新加坡1年1度嘅國慶日。當日全民狂歡，到處都係歡樂氣氛，喜氣洋洋，整個國家都沉醉喺歡樂嘅氣氛當中。然而就喺呢一個時間，喺城市嘅某個角落，竟然上演住令人毛骨悚然嘅一幕。新加坡武吉巴督律子大道，呢度靠近新加坡最大嘅自然公園，環境優美。3名初中生騎住單車從呢度經過，準備去學校參加歡慶典禮。佢哋一路上有講有笑，但係當嚟到一處較為偏僻嘅路段嘅時候，其中一個人突然停咗落嚟。佢緊緊望住旁邊嘅草叢，然後向同伴表示話，裏邊好似有一個人瞓喺草叢裏邊。2名同伴聽見之後，然後滿臉疑惑，心裏邊諗，呢一個荒郊野嶺點解會有人瞓喺草叢裏面？見到2個同伴唔相信自己嘅說話，男孩於是小心翼翼咁樣靠近草叢。當男孩撥開雜草嘅瞬間，一具滿身鮮血嘅遺體居然出現喺佢嘅眼前。呢一幕畫面嘅衝擊力令到男孩十分驚嚇，不停咁尖叫，連滾帶爬嘅跑返去道路上邊。隨後3個人即時報警，警方接到報案之後迅速趕到現場。經過檢查，確認被害人係一名中年男性，頭部有多處傷口，致命傷係胸前嘅4處刀傷，傷口好深，刀刀致命。去世嘅時間推測大約係12至24小時之內。而奇怪嘅係喺如此劇烈嘅攻擊之下，受害人身上竟然冇任何防禦性嘅傷口。法醫由此推測，受害人喺遇害時可能係已經失去知覺，又或者係身體被捆綁住，無法去反抗。由於案發現場路段比較偏僻，並冇任何監控錄像，所以警方兵分3路喺附近嘗試尋找線索，最終喺附近周圍嘅灌木叢林發現咗一條帶有金屬環嘅鎖匙。除此之外就再冇其他線索。之後經過法醫 DNA 檢測，被害人身份被確定，佢名叫許業榮，42歲，係一名的士司機，有3個孩子，家庭幸福。根據佢嘅家人回憶表示，許業榮係喺8月8號早上6點10分左右揸車送孩子返學，然之後就失去聯絡。當晚妻子發現許業榮冇返家，於是就報咗警，但係估唔到時間去到第2日，竟然收到自己丈夫遇害嘅噩夢。警方經過走訪排查，發現許業榮為人和善，性格敦厚，十分顧家，從來冇與人結怨，所以可以初步排除仇殺嘅可能性。加上遺體被發現嘅時候，許業榮身上財物被洗劫一空，因此推斷係有人見財行兇。警方認為呢一件案件嘅突破口就喺許業榮嗰架出租車上邊，當時佢嘅車牌號碼係 SHB 540C。案發現場並冇發現出租車，咁樣好有可能係兇手喺作案之後順便將出租車開走啦。
於是警方調取咗大量警力，展開咗一場超大規模嘅搜查。8月10號下午4點55分左右，警方終於喺武吉巴督中路628號 A 座嘅停車場，終於揾到許業榮嘅出租車。可惜嘅係，只係揾到出租車，兇手非常謹慎，連一個指紋都冇留低落嚟。警方喺附近駐守咗幾日，亦都毫無收穫。時間去到8月26號，距離許業榮被謀害已經18日。就喺警方為呢一件案件毫無頭緒嘅時候，有一單駭人嘅兇殺案發生咗。報警人聲稱見到2名男子喺古晉街嘅天橋上邊公然持槍殺人。警方知道之後大為驚訝，因為新加坡作為世界上最安全嘅國家之一，對槍械嘅管控極為嚴格。依家竟然有人喺公開場合當街開槍，情況實在十分猖狂。警員喺趕到現場嘅時候，天橋上嘅圍觀群眾早已經被疏散，只剩翻一名面目全非嘅中年男子倒喺地上。受害人頭部同胸部受傷，到處都係血跡斑斑。經過調查之後，確認被害人名叫薩蒂克，39歲，係一名外幣兌換商人。佢出生喺印度，而家已經成為新加坡嘅永久居民。案發當日，薩蒂克啱啱由銀行結束工作，離開冇幾耐就碰到劫匪。儘管薩蒂克願意交出錢財，但係仍然被歹徒槍殺。而呢一幕事件就發生喺熱鬧嘅市區，當時嘅人流數量十分之大，目擊者眾多，所以案件好快就被登上各大新聞頭條以及網絡熱搜。新加坡喺18日之內連續發生2件駭人兇殺案，民眾睇到新聞之後，每一個都心驚膽戰，害怕某一日自己亦都會慘遭橫禍。政府高層緊急下達命令，要用最快嘅速度去破案。而警方呢一方面，許業榮嘅案子仍然冇頭緒，但係依家又再增添一個案件，警方破案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根據現場目擊者表示，兇手有2個人，2人都持有手槍，佢哋首先威脅被害人交出錢財，然後再將被害人殺害。物證組人員喺天橋附近確實發現咗一個彈殼，可惜兇手喺外表上邊做咗偽裝，並冇任何人見到佢哋嘅真實外貌，反而係薩蒂克嘅家人為警方提供咗一個破案思路。薩蒂克嘅家人向警方表示話，薩蒂克因為工作需要，所以手提電話從來唔會離開身邊，通常電話以及金錢全部都放喺佢隨身攜帶嘅手提包裏邊。當日薩蒂克嘅手提包被歹徒搶走，所以可能兇手並冇抌咗呢個手提電話，從而可能追查到一啲線索。於是警方就開始展開調查，發現結果竟然真係有驚喜。薩蒂克嘅手提電話竟然一直被兇手喺度使用，唔知道歹徒係真係愚蠢，定係佢哋根本冇將警方當作一回事。警方嘅技術人員隨後對手提電話嘅通話記錄進行仔細排查，最終鎖定咗3名嫌疑人，佢哋分別係33歲嘅卡米爾、35歲嘅易卜拉辛以及30歲嘅羅斯里。時間去到10月15號，警方決定採取行動。為咗確保拘捕行動萬無一失，警方制定咗嚴密嘅計劃，兵分3路同時行動，最終順利逮捕咗3名嫌疑人。經過核實之後，3人中嘅卡米爾同易卜拉辛正正就係搶劫以及殺害薩蒂克嘅兇手。後來警方喺搜查卡米爾嘅居所嘅時候，發現咗一把史密斯威森左輪手槍、一把柯爾特半自動手槍以及8副手扣。不過對應嘅手扣鎖匙就只有7條，即係仲有1條手扣鎖匙不知所蹤。警員望住呢一啲鎖匙，心裏面有一種莫名嘅熟悉感覺，覺得好似喺邊度曾經見過。突然之間靈光一閃，發現呢一啲手扣鎖匙正正就同許業榮事件嘅案發現場發現到嘅嗰一條鎖匙一模一樣，所以許業榮嘅案件好有可能亦都又係佢哋去作案。警方對呢3個疑犯展開調查期間，卡米爾嘅一位朋友向警方提供線索，表示話卡米爾喺塞錯港購物中心有一個儲物櫃，裏面經常都會收藏住一啲唔見得光嘅物品。得到消息之後嘅警方火速趕到去塞錯港購物中心，果然真係喺儲物櫃裏邊發現到一把用報紙包裹住嘅利刀。
呢一把刀並唔係普通嘅利刀，係一把長約13厘米嘅標準軍用刺刀，刀鋒異常鋒利，而且呈現鋸齒狀，可以固定安裝喺槍械上邊。雖然刺刀外表睇起上嚟好乾淨，但係新加坡衛生科學局就喺刺刀手柄裏面發現咗一啲微量嘅血跡，經過 DNA 檢測，確定到血跡屬於許業榮。另外，警方亦都進一步證實，由卡米爾住所尋獲嘅7把鎖匙，同喺許業榮案發現場揾到嘅鎖匙，佢嘅成分結構設計以及尺寸上邊都完全一致。而且亦都正好能夠打開第8副手銬。以上種種嘅狀況，卡米爾殺害許業榮嘅犯罪事實已經鐵證如山。另外2名同黨眼見事情敗露，意識到事實隱瞞不住，為咗尋求能夠寬大處理，紛紛承認參與咗許業榮謀殺案件。新加坡警方如釋重負，經歷數個月嘅案件終於都水落石出，能夠俾群眾們一個交代。然而故事到呢度遠遠仲未結束，3名犯罪嫌疑人被移交去到新加坡高等法院等待審判，真正嘅重頭戲先至剛剛開始。時間去到2000年10月18號，檢控方以1級謀殺罪名向卡米爾、葉卜拉辛以及羅斯里提出起訴，然後接住落嚟就係一場錯綜複雜嘅審判。熱鬧市區嘅受害人薩蒂克嘅案件，因為有目擊者，所以案情比較清晰明確，量刑比較容易。但係許業榮被害案嘅審判就複雜得多，由於並冇任何目擊者，只能依靠3個疑犯嘅證詞去還原真相。但係佢哋3人嘅講法差天共地，典型嘅羅生門式口供。3人喺法庭上各自為營，你推我讓，彼此指責，每個人都想撇清自己嘅罪責。我哋首先嚟睇下疑犯卡米爾嘅講法。卡米爾表示話，早前自己去泰國旅遊，順便買咗2把槍械同1把刺刀，以用嚟防身。8月8號上午10點45分左右，卡米爾帶住呢啲武器喺姆吉巴督西邊一間咖啡店，同葉卜拉辛同羅斯里見面。佢哋2個都表示好缺錢，但係又唔想返工，所以大家就商量去打劫買金店鋪。當日我帶咗1支裝有6發子彈嘅槍械，咁係俾羅斯里準備咗一個裝住刺刀、手銬、面罩同埋手套嘅背包，而又為葉卜拉辛準備咗一個裝住槍械、手銬、面罩以及錘子嘅背包。喺行動之前，羅斯里覺得應該要提前準備一架汽車，以用嚟逃跑之用。於是大家又準備去偷一架車，結果白忙咗1個鐘頭，車冇偷到，而且仲碰上咗巡邏警察。呢個時候，羅斯里諗到一個好主意，建議不如直接攔截一架出租車，然後就將司機控制起嚟，等搶完金店之後再放人。當卡米爾仲喺度對呢個建議猶豫嘅時候，佢哋2人就已經攔截咗一架出租車，而出租車司機就係許業榮。當時葉卜拉辛坐喺副駕駛位，卡米爾同羅斯里坐喺後排。大家打算直接去屈蘭呢一個地方，因為嗰度有唔少金店同埋銀行作為目標。但羅斯里同葉卜拉辛覺得應該首先將司機控制住。佢哋見到栗子大道嗰一邊有一個偏僻嘅地方，於是呢就駕駛去到嗰度。去到之後，佢哋威脅司機落車，司機顯得十分恐慌，不斷表示會將所有嘅金錢攞出嚟。為咗要令到司機更加懼怕，卡米爾由腰包裏邊攞出槍械，而呢一招好有效。司機果斷落車，並且想逃跑。羅斯里一個箭步拉住司機，並且用手銬將司機鎖住，然後就直接將司機拖向灌木叢林。大約1至2分鐘之後，羅斯里攞住沾滿紅色液體嘅刺刀以及手銬，從灌木叢林裏面行出嚟。羅斯里表示話，大約用刺刀刺咗司機3至4刀。呢件事情完全不在計劃之內。我哋大家嘅本意只係想搶車，根本就冇打算取人性命。但係事情去到呢個狀況，已經冇辦法，只能夠先離開現場。接住落嚟，葉卜拉辛坐上司機位，帶住我哋去咗屈蘭呢個地方。喺車上面，大家分咗司機錢包裏邊嘅大約500蚊新加坡幣。屈蘭呢個地方有好多金店，但係啱啱發生嘅事令到大家心神未定，所以冇貿然行動。大家建議不如稍微偽裝一下，
於是呢，就去咗買新衣服，然後再剪頭髮。佢哋兩人喺理髮店嘅時候，卡米爾就喺附近嘅金店行咗一圈，發現周圍全部都係監控錄像，於是大家就徹底打消咗搶劫嘅念頭，喺當地周圍行咗一圈，結果乜嘢都冇做，就返回去姆吉巴督。而卜拉辛負責處理汽車以及上面嘅指紋，卡米爾同羅斯里就喺地鐵站等待葉卜拉辛。佢返嚟之後，大家去戲院睇咗一場電影，然後就各自離開。去到下晝5點鐘左右，卡米爾返屋企沖涼，本來想抌咗穿着過嘅牛仔褲以及刺刀，但係又覺得呢把刺刀相當昂貴，丟棄咗實在可惜。卡米爾於是將刺刀洗乾淨，搽上防鏽油，再用報紙包好，然後連同另外一把好耐之前購買嘅刺刀一齊放入儲物櫃裏面。後來卡米爾覺得越想越不安，因為萬一某一日事情敗露，警察前嚟調查，呢一把刺刀就係證據，再加上刺刀曾經刺傷過人，警方可能會喺裏邊揾到一啲蛛絲馬跡，所以最後仲係將刺刀丟棄。最後卡米爾再一次強調自己根本就唔想傷害司機，完全係羅斯里自作主張殺害咗佢。卡米爾為嗰日發生嘅事情感到無比遺憾，因為許業榮嘅離開真係同自己冇任何關係。以上嘅內容就係卡米爾講述嘅案發經過。而令人意外嘅係，卡米爾喺處理刺刀嘅時候，因為兩把刺刀實在太相似，佢一時分神，竟然丟棄咗另一把刺刀。呢個或者就係天意，喺卡米爾嘅敘述裏面，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只係提供武器嘅跟班，而真正做決定嘅係另外兩個同黨。但係事實會唔會真係咁樣呢？而卜拉辛同羅斯里亦都分別講述咗案發當日嘅情況，整體過程同卡米爾描述嘅差唔多，但係喺一啲關鍵細節上就有所出入。其中最重要嘅一點就係佢哋兩人都一口咬定喺呢場嘅行動當中，卡米爾先至係真正嘅主謀。而卜拉辛表示話，最初係卡米爾主動揾到羅斯里，然後向羅斯里展示咗兩把槍械，並且提出搶劫計劃。一開始嘅時候，羅斯里亦都唔願意去做，但係幾次見面之後，心裏面開始動搖，不但止加入搶劫計劃，而且呢仲揾咗易卜拉辛去幫忙。原因係易卜拉辛嘅駕駛技術比較好。2000年7月初，我哋3個人聚集，正式籌劃搶劫行動。其實卡米爾最初嘅目標並唔係金店，卡米爾野心好大，佢想搶劫押送鈔票嘅護鈔員。8月8號嗰一日，我哋喺櫃員機前面等咗好耐，後來因為見到警察，所以只能夠放棄搶劫行動。至於後面嘅搶車殺害司機事情，易卜拉辛表示自己都冇參與，自己單純只係一個司機。以上就係易卜拉辛嘅證詞。最後羅斯里嘅證詞就表示話，所有行動都係由卡米爾去主導，係卡米爾最先提議去劫車，然後仲要謀害司機。路途上面，卡米爾指揮車輛前往去到佢熟悉嘅律子大道。去到目的地之後，卡米爾攞出槍械，命令司機落車。司機一見到槍械就準備逃跑。卡米爾見到之後，吩咐羅斯里拿起一副手銬去攔截許業榮。最開始嘅時候，羅斯里只係想將許業榮帶到灌木叢林裏面收藏起嚟，而許業榮亦都一直喺度求饒，表示自己有家庭有孩子。本來羅斯里並唔想傷害許業榮，但係當時卡米爾攞住槍械脅迫自己快一啲行動，冇其他辦法嘅情況之下，羅斯里只好行動，向住司機嘅左胸口刺咗4至5刀，然後再攞走手銬以及許業榮嘅錢包。返到去車上邊嘅時候，羅斯里渾身發抖，但係卡米爾竟然冷淡咁表示話呢一個係許業榮應得嘅命運。羅斯里向天發誓，由頭到尾自己都冇諗過要傷害司機，一切都係卡米爾脅迫自己去做，希望法官能夠俾自己一個機會，自己願意懺悔，願意改正自己嘅過錯。喺羅斯里嘅證詞當中，大家聽到咗一個截然不同嘅故事。羅斯里將自己描繪成一個被脅迫、無奈去犯罪嘅可憐人，卡米爾就變成一個冷酷無情嘅惡魔，係一個所有犯罪嘅始作俑者。3個人各自編造故事，
互相推卸責任，添油加醋嘅歪曲事實。而法官喺佢哋混亂不堪嘅敘述當中抽絲剝繭，確認咗幾項關鍵嘅犯罪事實。第一，卡米爾係一個策劃者，係負責提供武器嘅人。第二，羅斯里係直接喐手嘅人，係殺害許業榮嘅兇手。第三，三名嫌疑人有共同嘅搶劫意圖，並且造成咗許業榮嘅離開，所以佢哋三人作為一個犯罪團伙，全部都逃脫唔到罪責。而面對咁樣嘅結果，三人嘅辯護律師就隨即作出回應。卡米爾嘅律師表示話，卡米爾冇對司機造成任何傷害，更加冇殺人嘅意圖，而真正殺害許業榮嘅人係羅斯里。三個人當中，只有羅斯里有咁樣嘅動機。而羅斯里嘅律師表示話，如果唔係卡米爾用槍械作出威脅，羅斯里根本就唔會去攻擊許業榮。佢原本嘅計劃只係將許業榮收藏起嚟，而唔係殺人滅口。最後，易卜拉辛嘅律師就表示話，易卜拉辛喺整個事件中嘅角色只係一名司機，佢從未參與任何犯罪行動，一切都係由卡米爾同羅斯里去計劃。所以易卜拉辛絕對係冇需要負上責任。三位辯護律師喺法庭上邊唇槍舌劍，各顯神通，竭盡全力咁為自己嘅當事人爭取最大嘅減罪機會。而值得特別一提嘅係，羅斯里嘅律師艾維拉西夫喺呢一件案件發生5年之後，自己亦都走上咗犯罪嘅道路，成為新加坡頭號通緝犯之一。艾維從客戶嗰度呃走咗約1100萬新台幣以及一啲黃金，並喺2006年逃離咗新加坡。不過呢一啲都係後話。面對住三位律師嘅辯解，法官提出咗明確嘅定罪理由。卡米爾作為策劃者，不單止提供武器，仲喺整個犯罪過程中起到咗關鍵作用。卡米爾將槍械交俾易卜拉辛，將刺刀交俾羅斯里。呢一點清楚地表明到，卡米爾能夠預料呢一啲武器會被使用，否則佢點解特意由泰國採購呢一啲武器，並且分發俾同黨？而更重要嘅係，當登上出租車之前，卡米爾就明確咁向羅斯里表示要殺死許業榮。羅斯里喺行兇過程當中，卡米爾手持槍械為同黨站崗警戒。完事之後，又命令易卜拉辛清理出租車，以免留低指紋。呢一切都表明到卡米爾係一個心思細密嘅可怕罪犯。至於易卜拉辛，佢嘅辯護理由主要有2個方面：第一，聲稱自己並冇參與謀殺行為；第二，易卜拉辛並唔知道羅斯里打算殺害司機，咁樣顯然係有意喺度淡化易卜拉辛嘅罪責。喺整個案發過程當中，易卜拉辛都喺車裏邊等待接應2名同黨，咁樣就意味住佢從始至終都默許犯罪行為，並且參與其中。易卜拉辛聲稱唔知道羅斯里打算殺害司機嘅講法，亦都係唔合理嘅。因為當許業榮落車嘅過程當中，羅斯里曾經攞出刺刀，卡米爾甚至攞出槍械。羅斯里攞住刺刀將許業榮拖入灌木叢林嘅時候，明顯係有殺人嘅意圖。易卜拉辛絕對冇可能唔知道，佢嘅辯解只係喺度裝傻扮懵，推卸責任。最後就係羅斯里，佢口口聲聲表示話卡米爾脅迫自己去殺人，但係面對被害人許業榮嘅多次請求，羅斯里絲毫冇任何憐憫之心。另外，如果羅斯里真係被脅迫嘅話，咁樣佢根本冇必要喺許業榮嘅身上殘忍咁刺咗4刀，並且刀刀致命。羅斯里甚至喺做完呢一切動作之後，仲冷靜咁攞走手扣以及錢包。以上種種都表明到羅斯里並唔係受人脅迫，佢只係想為自己脫罪。法官喺法庭上表示話，當犯罪行為由多人實施嘅時候，每個人都應該要去承擔責任嘅，就等於犯罪係由佢自己一個人實施嘅一樣。如果你明知道一個團伙嘅犯罪目的，並且自願咁去加入，咁樣你就不能因為後來被同黨脅迫而去要求減輕處罰或者免責。簡而言之，只要你主動參與咗犯罪行為，就必須應該為此而去負上責任。
時間去到2001年9月5號，經過19日嘅審理過程，高等法院作出最終判決，裁定3人全部因為謀殺罪名被判處死刑。法官作出判決，表示話佢哋3個必須要為自己嘅貪婪以及冷血嘅行為付出代價。面對住死刑嘅判決，3個人都表示不服，並且提出上訴。不過卡米爾最後放棄咗上訴，接受刑罰。法院亦都喺2002年2月18號駁回咗羅斯里同易卜拉欣嘅上訴請求。其實即使佢哋2人上訴成功，卡米爾同埋易卜拉欣亦都逃唔過死刑，因為佢哋喺另一個鬧市搶劫案件當中導致受害人薩蒂克去世，所以佢哋嘅結局並唔會有任何嘅改變。時間去到2002年10月25號，3個人喺新加坡樟宜監獄被執行絞刑，為呢一場悲劇正式畫上咗句號。回顧呢2件案件，佢哋喺新加坡引發咗廣泛嘅討論，關注度非常之高。公眾唔單止更加深刻咁意識到罪犯嘅冷血同暴力，亦都促使到政府喺治安管理以及社會安全方面加大力度。當然，事件亦都喺度提醒民眾，即使居住喺一個法制嚴格、治安良好嘅國家裏邊，犯罪依然都有可能會發生。今日許業榮嘅案件嚟到呢一度結束，大家聽完之後有咩意見呢？你哋覺得3個人當中究竟邊一個先至係策劃者呢？而對於易卜拉欣同羅斯里嘅判決，大家又認唔認同呢？歡迎大家喺下面嘅留言講下你哋嘅意見。如果中意呢一條片嘅話，記得俾個讚好，以及可以喺留言裏面打上一句鼓勵說話，以作支持。我哋嘅頻道真係十分需要大家嘅踴躍參與。我係頭盔，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拜拜。